为着要替18岁公民权修宪公投催票，台湾学生联合会今仔日伫法院门口开记者会，指出讲，即马公投的民调支持度已经提悬了，所以呼吁少年人都爱徛出来拼公投过关。18雄心，全台大学生挺时报。 18岁公民权修宪公投剩无10几天，台湾学生联合会代表10个做伙徛伫立法院的正门口，呼吁青年出来投票。台学联联合了各15所以上的一个大专院校，来共同发起了18雄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串联行动，透过街宣，透过摆摊，然后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行动，可以让我们的一个议题在校园中发酵，在社会上发酵。 台学联表示，根据教育部的统计，18、19的青年有93%搁咧大专以后来读册。伫上尾的阶段，希望通催出票数。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嘛表示，10月份甲总库台湾对2000挂的民众做调查，发现支持比率有对8月份的40%搁提悬，代表有搁较侪人知影这个议题。民调嘛发现，除了青年，搁60岁的人嘛相对支持。 到10月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支持且会去投票的总共有超过45%，那最后就剩不到5%的这个差距。那不到5%，其实在整个选民结构里面，大概就是80万左右。 台学联表示，这届可能是青年离18岁投票权上近的一届，不过会下过965万票的门定，因会尽量利用最后的时间拼过关。记者叶文秀凯台北采访报道。